高雄市区的普爱一路有设保护型脚踏车道，民众是真懊恼。不过，同款的设置呢，伫咧凤山凯旋路，民众却是真反弹。来设这第三条啊，民众是抗议讲会影响因做生意，也真歹停车。因为民众反弹呢，市府已经把这北边550公尺的车道全部封掉，干那保留南边的脚踏车道。伫车辆来来去去的凤山凯旋路，民众骑车骑伫新围的脚踏车道顶边。这个保护型脚踏车道目的是要将过路人甲脚踏车分开。不过因为脚踏车道拄好压伫路边停车格参人行道中，附近居民认为这会影响停车甲做生意，表达反对。不过嘛有骑脚踏车的民众，电到感觉这款设计加真安全。因为这边有做生意的嘛，上下货，伊若恁停去伫外口。也爱等着更愈危险，因为你若要落雨的时阵，你是毋是该经过你的机车道？大概一个礼拜可能看到一台而已吧。对，而且刚换完的时候啊，前面就出2次车祸了。说台北的话基本上都是停车格不会在中间呐。我有这个规划这个路，我感觉对骑脚车的人会较安全。其实，这个专区第3条保护型脚踏车道，原底伫凯旋路两边拢有，就是伫完工进前，地方出现未少反对声音，受到民意的压力，市府落尾甲已经完成北边550公尺的车道全部抹消，敢若剩南边的脚踏车道。当地居民主要的诉求在于停车的问题。那凯旋路目前车道设计以顾及各用路族群，车道均上下游对正。有助于改善原本过宽的路型，来提升人车的安全。交通局讲，这条凯旋路有未少上班的民众甲学生会骑脚踏车，才会规划这款新型车道。因会继续甲地方来参详，嘛希望维持这个脚踏车道的设计，会当连接到凤山溪脚踏车道，提供更较完整的骑车环境。记者邱朝阳高雄采访报道。